今日同大家分享御興苑287尺設計，個單位係超受歡迎嘅奶油原木加輕日式風格。全屋用玻璃門間一個睡房，房間用竹整面牆做收納，上到天花頂嘅衣櫃，玻璃門唔會擋客廳光。床頭設計用圓弧加山格加暗床燈條，溫柔咁拉滿。客廳木紋地板加啞光櫃加圓弧元素，視覺更柔和。間屋同樣係貓屋，成面餐邊櫃加電視櫃直接同貓屋整合，一次過解決收納加貓主子活動空間。之後廚房用長虹玻璃門，櫥櫃都延續客廳原木風格，整體色調清爽乾淨。廁所門口空間記得唔要放過。廁所內就弧形浴屏加三色分區，鏡櫃加洗手盆加淋浴區加馬桶分區設計，浴室唔會雜亂，睇落超整潔。你個單位設計層次咁拉滿，充滿生活氣息，完全係人與貓嘅理想之家。